一箱一箱用中药材所控的鸡，车来上桥第六大队安平分队，连同消防总局加其他分队，总共220分，加上要予第4甲第6分局竞彩兄弟的270分，加要500分的年菜，拢是奋益金属公司为了贴贴经销人员过年期间的辛劳所关注的。该公益行动伫议员林美妍的协助，算已经连续5档，相当难能可贵。这些保姆、这消防的，大家都很辛苦啊。我们美院议员说大家都很辛苦，所以用一些年菜送给他们，慰问他们。大家都很辛苦。金属有限公司杜董事长也因为长期也看到他们在值班的时候，尤其过年过节，有时候要购物总是比较不方便啊。当然他们值班的时候，有时候往往又碰到寒流，那么冷的天气，所以他们就5年来准备了将近快2500只的这些莲菜的几只鸡啦哈，然后他们就加一些菜进去，就变一个非常热腾腾的火锅啦。当娘想要让过年期间需要值班无法度围炉的警消人员享受年菜，其实已经温暖所有警消的心。我们警消所有全体同仁，为了台南市的治安及消安全力付出。那有奋益金属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杜董事长及夫人，还有林美燕议员的支持，在给我们送完这么好的年菜的时候，我们要跟所有市民保证，我们会全力以赴。为台南市民更好，又创造了更好安居乐业环境。根据林议员服务处统计，企业连续5档来公开观景已经超过2000分，嘛进一步唤起大家投入爱心公益心。台南新闻，阮及何乔邦采访报道。